自爆憲達仔第一次為語心高唱好 Mission。哦，好恨做個男 dancer 咧，唔羨慕得咁多噶啦，除非你係下個月開處男過場嘅師兄咯，留翻演唱會先開得高啲。講得呢個差，因為我會做佢表演嘉賓，我咩第一次都俾晒佢咁滯啊！踏入20歲嘅第一日，8月8號就係佢嘅演唱會。好彩你講清楚啫，唔係好似迪爾達咁惹人遐想噶嘛。因為要你第日全身得唔得咧？嗱，即係健康嘅。尋日好地地幫自己嘅過場宣傳，迪爾達點解你搞到咁兒童不宜㗎？多得個活動咋？之前全爭寵不和嘅 Winky 同埋 Carol friend 翻啊！點會唔 friend 啊？佢啱啱入嚟公司之前都應該都識咗㗎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係做嘢，咁同埋我哋事後都會傾翻嘅，即係都係個鑑笑咯。但係其實家陣邊個高邊個低唔使爭，好明。